来关心乌克兰伫顶礼拜拍入去罗西亚库斯克州，而且甲74个据点拢已经占落来。这是罗西亚伫二战了后头一届互外国军队拍入去因的领土。外界认为乌克兰即摆会当谈判的空间已经愈来愈大。美国总统拜登嘛表示，罗西亚总统普廷即摆头壳摸咧烧。就称乌克兰士兵对东北的苏米州，甲战车直接驶入去罗西亚西部领土的库斯克州。第几天内，乌克兰都已经侵入罗西亚领土超过30公里，目前已经攻占库斯克州74个据点，互莫斯科当局是袂予反应。乌克兰的士兵讲，其实这2年来，罗西亚根本都无伫咧边境打风扇。这场突击除了互乌克兰的士气规个起来，也是对俄罗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取得上大的战果。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ськової присутності буде знищено в прикордонні, тим ближче буде мир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справжня безпека. Російська держава повинна відповідати за те, що вона наробила, і вона відповідає. 面对俄军的突击，罗西亚是撤离库斯克4号地超过12万的平民。乌克兰的官员讲，目前已经掠到几百个战俘，但是乌克兰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侵占罗西亚的领土，是希望用这来摕到影响力，得到真正的和平。因为这几个月以来，罗西亚对库斯克向乌克兰是发动2000多摆的攻击。乌克兰的行动虽然互因手头靠物件会当谈判，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讲，乌军的兵力和后勤资源有限，更加是真歹伫罗西亚的境内长期抗战，因必须要较紧来决定上好的谈判的时机。对这美国是表示讲，乌克兰的行动和因无关系。We were not engaged in any aspect or planning or preparation for this operation. I will let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peak to their own operations, but our role and what we are focused on is supporting Ukraine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乌克兰讲，即摆因掠走的罗西亚战俘要用来交换互罗西亚掠走的乌克兰战斗人员。罗西亚总统普廷是呛声讲，因会伫适当的时机来回敬乌克兰，而且谴责乌克兰的行动，是因为有西方主人的帮助。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美方当和乌克兰对即摆的行动是保持持续的接触。President,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you spoken with anyone in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ve spoken with my staff on a regular basis, probably every 4 or 5 hours for the last 6 or 8 days, and it's creating a real dilemma for Putin.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讲，为了应对乌克兰对罗西亚领土的进攻，罗西亚当在定调整军力的部署，而且对乌克兰撤出一寡军力，这可能是乌克兰的机会，会当顺这个势甲陆军对乌克兰引开，互乌军会当伫真侪地点去推进。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